今日又做咗呢個豉油雞翼尖，呢個菜滿載咗我哋8年後集體嘅回憶。不過唔知幾時開始，呢一個菜已經消失咗喺我哋嘅餐台上面，真係聞者傷心，聽者流淚。嗱，咁以前啊，好多人中意整呢啲雞翼尖㗎。咁而家啲90後啊、00後啊，應該都未見過呢一個餸㗎啦。咁可能而家因為物質豐富咗啦，咁依家咧就將佢整翻出嚟，8蚊雞就有咁多啦。嗱，雞翼尖一般都係冷凍嘅，解凍嗰陣放啲鹽，加啲水落去，可以快速解凍之餘，仲可以浸出佢嘅血水。為咗避免一陣落鑊嗰陣又黐底又彈油，我哋最好要吸乾佢啲水。調味放1羹鹽，少量胡椒粉去香增色，再嚟一啲糖，半羹左右靚嘅頭抽，蠔油脂多啲都冇所謂，一圈鬼吉味去腥增香，放多1羹生粉落去，撈勻佢醃10零分鐘就得啦。熱鍋冷油，我哋放雞翼尖落去，將啲雞翼尖炒香，炒到佢兩邊金金黃黃咁樣炒過嘅雞翼尖，佢真係會香好多。帶一圈鬼雞味落去，炒出鑊氣，哇！你睇成個火雲邪神咁啊！跟住我哋放啲熱水落去，水位浸到啲雞腳就得啦。跟住就放啲薑片同埋拍蒜落去，調味再放1湯匙嘅豉油，1茶匙嘅糖，1湯匙蠔油。為咗等啲色水更加靚，我哋放啲老抽落去，唔使冚蓋，一直就咁用大火收汁，大概2到3分鐘，嗰啲水就會收乾晒，收到剩翻少少汁，就可以馬上出鑊。雞翼尖多病毒只不過係一個謠言，謠言人傳人先係最可怕嘅病毒。但係真理掌握喺少數人嘅手上面，做人最緊要開心。你今日燒閪咗未啊？全係差怕麻煩嘅人睇過嚟，係屋企最簡單嘅一道硬菜——沙薑焗豬手。焗出嚟嘅豬手 Q 彈彈有味，而且做法簡單，唔會翻車。嗱，咁今日咧我就買咗豬腳嘅，咁因為豬腳咧冇咁多肉啊，食起身就冇咁飽。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咧，可以幫佢浸水嘅，浸出嗰啲血水咧，佢就冇咁騷啦。首先豬腳放落啲凍水度，加幾片薑同埋一啲蔥落去，同佢飛飛水，去香增色。飛水嗰陣見到啲泡泡，我哋可以撈一下。嗱，咁水滾之後5分鐘咧，我哋就可以撈起身啦。撈起身之後用凍水洗一下，咁佢可以更加 Q 彈。炸薑唔使刮皮，洗乾淨直接拍爛佢。跟住再將佢剁成粒粒。我哋再混合一啲紅蔥頭，仲有蒜蓉，用熱油炸一聲，激發佢哋個香味。調味再放平鑊上面嘅架撐，我哋將佢撈勻佢，等陣有用。鑊裏面放少少油就夠啦，將豬腳放落去炒一下，炒香嘅同時，順便帶走豬氣味。嗱，睇到佢金金地啦，我哋放一圈鬼雞味落去，去香增色。依家放埋剛剛嘅沙薑醬落去，將佢哋嘅味道混合一下，放入電飯煲裏面。除咗唔使睇火，而且佢嘅味道會更加濃重。撳煮飯鍵，走一個煮飯嘅時間，馬上出鑊。唔使用油炸，做出廣東人口味同埋口感嘅辣子雞，外焦來嫩，香而不辣。我直接就食咗2大碗白飯。辣子雞首選雞髀同埋雞翼，盡量唔好揀雞胸肉，原因懂嘅都懂。首先我哋同佢去骨，喺側邊肉最厚嘅地方界一下，直至到見到條骨出咗嚟，喺脆骨嘅地方灼一刀劈落去，捉住佢嘅脆骨就咁一拉，咁樣輕鬆脫骨。唔想自己喐手嘅彭于晏同埋 Dili 都係可以叫老闆幫你搞嘅。跟住將雞髀肉劈成一粒粒咁樣，記得雞髀肉係攞嚟劈嘅，唔係攞嚟切嘅。啲雞皮滑潺潺，你係切唔到嘅話，調味嚟1羹鹽，半羹嘅糖。呢啲菜一定要有雞粉，而且仲要多啲胡椒粉，去腥增香，鬼雞味去香增色，再加啲豉油豐富一下個醬香味。照這一百吞撈豬丸，老光雲之後放2羹生粉，照這一百吞撈豬丸，最後放油封面醃10分鐘。接落嚟就係乾辣椒同埋花椒嘅部分，一斤嘅雞就用1兩嘅乾辣椒，唔好睇佢咁多辣椒就嚇怕咗你哋。呢一個餸只要你唔主動去咬嗰啲乾辣椒，你係完全食唔到有辣味嘅。如果一啲辣都食唔到嗰啲，可以試下二荊條辣椒，佢嘅辣度好低，但係煮出嚟嘅香味好足。6克嘅青花椒加上2克嘅大紅袍，青花椒主打一個麻，紅花椒主打一個香，兩者一混合天下無敵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無堅不摧。為咗減少辣椒嘅辣味，我哋可以攞熱水去浸一浸佢，咁樣除咗可以去除佢一啲辣味之外，佢嘅香味都會大打折扣。食得辣嘅朋友直接跳過呢步，好立不黏和燒熱，直接放啲雞落去，攤平佢，用大火煎佢1分鐘，等佢表面嘅焦渴感出咗嚟先。跟住轉翻個中火，慢慢煎佢，慢慢嘆佢。煎到底部金黃之後，再反一反面，繼續用一樣嘅方法去煎佢另外一面。咁樣煎出嚟嘅雞，佢就唔會好似出面川菜店嗰啲咁柴咁老，啱晒我哋廣東人需要嘅口感。好啦，雞肉煎熟之後，暫時出鑊，鑊入邊冇油冇水，將浸過水嘅乾辣椒放落去，慢慢煸炒，將佢嘅水氣慢慢炒乾，重新激發佢嘅香氣。咁到底炒到一個咩狀態呢？而家啲辣椒慢慢變黑，佢嘅底部有啲啪啪聲，而且你聽到一種脆卜卜嘅聲音。
呢個時候放啲油落去，喺中間挖個窿放啲花椒落去，將佢哋嘅香味徹底激發，再放埋啲薑葱蒜，又可以再放多啲。佢係一個介質，佢可以將呢幾樣嘢嘅香味吸附喺啲雞嘅表面。呢個時候再放雞落去，調味就放啲糖嚟中和辣椒嘅辣味。我哋將佢輕輕咁樣炒均勻。炒均勻之後嚟一圈黃邊醋，黃邊醋揮發咗之後，佢有激發香味嘅效果，而且唔會食出酸味。最後再嚟一啲炒過嘅白芝麻，炒均勻之後馬上出鑊。咁樣做嘅辣子雞香而不辣，啱晒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嘅我哋。昔日紅遍天嘅廣東傳統菜豉椒炒牛肉，而家淪落到只有白虎場先可以見得到。作為80、90後嘅你哋，有幾耐未見過呢個餸？今日買嘅係牛嘅後腿肉，佢又平又抵滑，但係佢有個致命嘅缺點，佢仲鞋過我老豆隻腳。嗰啲成日喺評論區話牛肉炒到鞋濕濕嘅朋友，你哋要睇清楚我點樣處理。醃牛肉要放乜嘢調味料睇屏幕。如果你想呢嚿牛肉嫩滑得嚟又有牛肉味，除咗要多次少量咁打水入去之外，仲要俾翻適量嘅小蘇打。每一斤牛肉放3克小蘇打，如果多咗嘅話，你會食得出鹼味。而且嗰啲牛肉太過嫩滑，根本唔似牛肉。但係你哋又唔使太過抗拒，試諗一下你自己飲過蘇打水未？因為放咗小蘇打，佢嘅吸水量會增大，所以可以適量放多啲水落去，吸到啲牛肉健健飽滿就可以停手。最後放生粉同埋油落去封一封面，除咗牛肉再嚟多3隻辣椒，全部切成零件件。洋葱係我琴晚食剩嘅，冇嘅話可以由得佢。燒行隻鑊放油落去，等啲油出晒煙嗰陣，洋葱同埋辣椒落鑊，隨即放半羹鹽落去，射啲水入去將啲配菜炒熟。今次青紅辣椒唔係攞嚟淡色，係攞嚟當菜食嘅，一定要將佢炒熟。個火越大，炒嘅菜越香。大火抽佢20-30秒左右，呢個時候將佢暫時出鑊。炒牛肉唔黐底，一定要將隻鑊燒到出煙，再放牛肉落去，高溫令到牛肉瞬間鎖住水分，咁樣炒出嚟嘅牛肉就唔會瀉水。兩面知道變色之後，彈翻少少生抽落去，炒出鑊氣，炒出醬香味之後，暫時出鑊。最後高速階段放少少油就可以，油熱熱地嗰陣就可以放薑葱蒜，細火將佢哋慢慢炒出香味，放埋豆豉醬落去，記得一定要慢慢火炒，或者啲豆豉會燶晒黐晒底。豆豉炒香之後，鏟起佢先，轉大火將所有嘢一齊落鑊，將啲豆豉放喺面，喺呢個時候再嚟一圈鬼吉味，將所有嘢炒均勻，炒出鑊氣，最後賣翻個蠔油芡，一邊炒一邊倒落去，變得會均勻啲，而且唔會等隻鑊嘅溫度急劇下降。牛肉表面包住晒啲豉汁，溝埋微微地辣嘅辣椒，呢一種鹹鮮味可以令到你3碗飯起步。辛苦咗一日，翻到屋企又唔知煮咩餸，過嚟睇下呢個豬頸肉炒三鮮，翻到屋企20分鐘搞得掂，簡單易做，而且細路仔都好中意食。我哋睇下豬頸肉嘅肉紋係咁樣生嘅，跟住我哋就要打橫切落去，咁樣先係嫩滑嘅第一步。每一片切成2毫米左右嘅厚度，呢一個厚度用嚟炒或者浸都剛剛好。隨即我哋去幫佢醃一個底味，配料已經打咗上屏幕，有需要嘅老友快啲去截圖，加少少水落去，等肉片吸滿水，呢個就係豬頸肉嫩滑嘅關鍵。再嚟一啲生粉，幫啲肉片鎖住水分，最後用花生油封面，我哋醃佢10分鐘。三鮮其實就係3種菇菇，我買咗草菇、口蘑同埋鮮冬菇。草菇要輕輕嚟咁批咗佢啲表面嗰啲污糟嘢，然之後喺底底切一個10字花刀，咁樣佢又靚又容易入味。跟住我哋再去調一個汁汁，1羹豉油，蠔油可以放多啲，再嚟多1羹糖，胡椒粉去香增色，俾大半碗水落去。可能你會有一個疑惑，一個小炒點解要用到咁多水？品得好，掌嘴。好啦，熱鑊落油，熱鑊落油，油微微地冒煙嘅時候，將豬頸肉放落去，用大火先將啲豬頸肉煎一下，等佢形成焦黃嘅外表，鎖住裏面嘅水分，咁樣即使唔放食粉，你嘅肉都唔會有柴有老。好啦，兩邊焦黃之後，暫時出鑊。唔使洗鑊，用翻呢啲油，倒啲水落去，再加1羹鹽做一個底味。水滾之後，將啲菇菇放落去，幫啲菇菇飛一下水，等佢吸收下啲豬油更加香嘅。飛水飛咗3分鐘之後，我哋暫時出鑊，重新起鑊，放少啲油落去，薑葱蒜蘆和慢火爆香，蒜頭一變色，我哋就放啲菇菇落去，轉大火曬咗啲鬼雞味落去，去香增腥之餘炒出鑊氣。好啦，炒香之後，剛剛嘅汁汁倒埋落去，可以加一啲老抽落去調色，咁樣更加好睇。我哋一邊燜佢一邊收汁，等啲菇菇入味，咁樣佢先會好味。剩翻少少水嘅時候，放埋啲肉片落去，將冚唪唥嘢炒均勻，順便將啲肉片炒熟。就快冇水嘅時候，打翻去芡汁，最後放埋啲蔥落去炒出嚟味，馬上出鑊。呢一個菜簡直色香味俱全，又快手又好送飯。趁住開魚季復刻咗一下馬來西亞嘅黑胡椒炒肉蟹，今日做咗佢嘅簡化版。呢一道菜點樣令到佢更加香？認真睇呢一期全程乾貨，呢一個菜首選肉蟹，2隻加埋2斤葱，超級滿足啊！揭開呢個醃，見到呢個粒位，一把大寶劍拮落去，隻蟹就會去咗領飯盒，咁你就可以解咗佢啲繩啦。呢啲繩70蚊1斤，仲要長到用嚟吊頸都用唔晒。揭開個蓋之後，我哋將個蟹心挑走佢，仲有呢啲蟹腮全部剪咗佢。
蟹蓋入邊嘅蟹胃都唔可以食。再修剪一下呢個蟹殼，目的係為咗食嗰陣唔好吉親自己。蟹嘅牙污糟邋遢都要整走佢，跟住我哋將佢一分為4就得啦。蟹鉗輕輕嚟將佢拍一下，拍裂咗佢先會入味。2斤嘅蟹按照我呢個份量就冇錯啦。黑胡椒碎7到8克，搭配3克嘅白胡椒。除咗黑白胡椒之外，仲有半個蒜蓉，1個乾葱頭，半個洋葱，仲有呢啲黃油夠夠。今次我哋用到6個就夠啦。蟹落鑊之前，我哋先拍一浸生粉，先將啲蟹煎一煎佢，用大火瞬間鎖住佢嘅肉汁。如果屋企嘅鑊唔夠大嘅話，可以好似我咁樣分批嚟，煎到佢紅卜卜就可以出鑊。鑊裏面冇水冇油，將黑白胡椒放落去乾炒一下先。呢個時候記得用細火慢慢烘佢，咪先嘅話佢會好易燶。炒到佢微微變色，我哋放3嚿黃油落去。炒溶咗啲牛油之後，我哋再放蒜頭同埋乾葱頭，炒香晒之後放翻啲蟹落去，全程大火爆炒。一邊炒已經聞到嗰啲黑椒味已經撲晒鼻，倒香鬼根味落去，即刻冚翻個蓋，等啲酒味滲入去啲蟹裏面。跟住我哋大概加1碗半嘅水，調味放3湯匙嘅豉油，1湯匙蠔油，嚟少少嘅糖和翻個味，再整少少老抽落去攪攪色，輕輕將佢炒均勻之後，放埋2隻蟹蓋落去，冚蓋用大火燜佢2分鐘。開蓋之後繼續用大火收汁，放埋剩低嘅牛油同埋洋葱落去。要呢一道菜香嘅關鍵就係一定要收汁收到乾晒水，收到一個見油唔見汁嘅狀態，將所有胡椒嘅香味逼晒入去啲蟹裏面，跟住就可以馬上出鑊。今日喺屋企放咗松苑香港嘅爆品菜式煎釀三寶，唔係雙葱炒胸口油，咁樣配搭真係好味到棒棒聲。葱白嘅部分同埋葱葉分開放，洋葱切成洋葱棍之後攪散佢，再嚟啲彩椒嚟搭白色，葱白洋葱同埋彩椒放埋一齊，醃牛肉嘅調味料睇皮薄。如果要做到嫩滑嘅牛肉，就要打啲水落去，水要逐少少咁加到隻手感覺到濕潤，同埋啲牛肉飽滿為止。如果買嘅係後腿肉，一定要加翻啲小蘇打，放生粉同埋油落去，我哋醃佢10分鐘左右。胸口油切成薄片，加生抽同埋澱粉水落去，求其撈佢2下，再嚟搞個芡汁。具體嘅配料睇皮薄，廢話少講，直接上乾葱，上葱兼辣椒落鑊，放啲鹽落去俾個味道佢。我真係手勢射啲水入去，炒蔬菜呢啲嘢有咁大火得咁大火，咁樣炒出嚟嘅蔬菜先會香。炒到差唔多熟，將佢暫時出鑊，鑊裏面放少啲油，牛胸油落鑊。咁呢嘅牛胸油梗係要慢慢煎住，慢慢彈住，將佢多餘嘅油分煎出嚟，等佢變得有脆有香，食起身又唔會覺得辣口。牛胸油煎嗰陣會谷起身，煎嗰陣就壓住佢煎，煎到差唔多嘅時候，轉翻個大火扯佢幾秒，等每一件牛胸油都彈上黃金甲。好啦，而家牛胸油暫時出鑊，唔使洗，用翻呢啲油。放啲牛肉落去煎，等啲牛肉吸收下呢啲牛油。今次啲牛肉有薄有少，用大火滿面煎佢10秒之內應該就差唔多。但係而家啲牛肉未夠顏色，我哋放啲老抽落去攪一攪色，豆到上晒色之後暫時出鑊，重新起鑊爆香薑蒜，所有嘢一齊上晒落去。呢個時候放一放煙霧彈，將所有嘢炒均勻，神奇浸汁飲用前先搖一搖，一邊炒一邊倒落去，葱鹽都唔好浪費，放埋落去，求其兜佢嘅，炒出葱香味馬上出鑊。牛胸油有香有脆，牛肉又有奶香味，咁樣嘅神仙配搭真係好味到黐晒線，你哋一定要翻去試下。